在中国境内，普通老百姓早就对中共政府的独裁政权表示不满，不断传出民众维权、讨要工资、对抗强拆房屋、抢占农民土地等等示威游行活动。现在连公务员都勾心斗角、动荡不安、互不尊重、互相辱骂、斗殴。对此，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·卡尔卡西表示，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经快崩溃，代表国家执法的警察相互斗殴并相互要挟，随便戴手铐，这说明什么？只能证明这个霸权政府失去了各阶层的民心，走向了灭亡。据报道，在20多年前发生的波斯尼亚战争中丧生的7000多人尸骨仍无法找到。波斯尼亚失踪人员协会发言人表示，由于从集体坟墓中移除的遗骸被彻底摧毁，无法进行骨骼鉴定，因此一些失踪人员将永远不会被发现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表示，由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，各方必须在局势崩溃之前各后退一步。生活在瑞典的穆斯林因长期干旱，聚集在斯蒂格尔摩，为早日结束干旱，以伊斯兰习俗做了特别的求雨祈祷。在索马里首都发生2起爆炸袭击事件，造成2人死亡、4人受伤。第一枚炸弹是在旧议会大楼附近爆炸，另一枚炸弹是在宗教事务和基金会领导人加马的车辆中爆炸。由恐怖组织共同青年党宣称对2次袭击事件负责。美国航天局计划在未来8年内在月球上建造一个宇航员能够生活的据点。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，由于私营公司在各种材料领域的竞争，这样的计划将成为可能。美国宇航局和私营公司计划在2019年向月球发送各种自动化科学工具。